中心的谢小静讲法是，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多节熊灯，就是其实大家都对我相信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多节熊灯法门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好处。之前讲过的就是那些包括它能够让我们在财富上有一些增长啦，在物质上能够让我们有一些感觉到无忧啦。那今天主要呢还是要讲一个，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关注的事情。其实主要是说今天讲的是关于生老病死，那主要针对病这一点来说。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生病。其实有些时候，其实很多人其实他们害怕生病，他们甚至害怕生病多过害怕死亡。因为生病会让人家觉得十分，除了身体上的痛苦，生病会让人觉得十分的脆弱，十分的无助，也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寂寞。然后不只是小孩子怕生病，大人怕生病，老人家害怕生病。同样的，生病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分贵贱的，贫穷的人呢，富有的人呢，民生地位很高的啦，或者是很低贱的啦，每一个人都是很害怕生病，因为其实生病就是说他不管你多么有钱嘛，那个病起来那个痛苦还是一样的。那么话说回来吧，一个人生病了，那我们该怎么去祈求多杰熊灯的帮忙呢？包括自己病了，或者是其他人身边的人病了，我们该怎么请求他帮忙吗？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那当然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说过多杰熊灯嘛，它有四大化身，其实总共有多杰熊的5部，多杰熊的5部里面就分主尊和四大化身嘛。那四大化身呢，就包括了习真、怀珠或者习真、怀灭。那其中一个习就是专门负责我们的身体的疾病的。那多杰熊灯，它究竟依靠这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们这样子的帮忙？多杰熊灯能不能具体给予对患病的人能不能具体给予帮忙？这一点上，如果说有些对一些比较思考比较多的人，或者是想要去追根究底的去搞清楚那个背后的原理的人来说，其实是可以是这样讲的。因为多节熊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多节熊灯其实它的作用力，它其实是靠着它还是依靠着我们的因果在运作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因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业力的话，它其实它会缓和啦，会分散啦，但是它却不能完全的帮我们，就让这些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业是一笔勾销，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是跟因果有关、跟业力有关的，如果我们祈求他帮忙，他却能够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是分期付款的，让我们能够在就是在往后比较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去应付它。所以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争取到的时间其实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累积一些善业啦，多累积一些功德啊，有机会多消除或者净化一些过去的一些业障啦。那这样子可能就是整个恶业，它会延缓到，甚至如果来得及的话，甚至它会消除。但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多节熊灯呢，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多节熊灯的习则嘛。那多节熊灯的习则，它的具体的一种作用是什么东西？其实讲的是一种止息或者熄灭。那熄灭是什么东西呢？熄灭的是疾病、魔障或者是一些罪业，所以熄灭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向西泽在祈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等于说在请求多节熊灯，或请求西泽透过他的一个熄灭的事业，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和更长的一个寿命。那主要的追根究底，当然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条件去继续修持，因为毕竟生病嘛，生病啊，或者是就是痛苦嘛，是让人分心的。那如果说是
严重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其实是根本就是就是硬生生的剥夺了我们去继续去修行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你虔诚的去祈求西泽帮助的话，或者是我们好好去修持西泽法门的话，那它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健康和长寿的，因为它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就是争取每一个机会去修持下去。那这样子的修持的成果，其实如果有成就的话，其实是可以带到下一世的。那我们之前有说过，上一次也说过，善业跟功德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善业是能够被消损的，而功德却是不会。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讲到的是，因为西泽呢，它是多劫雄灯的化身嘛。那多劫雄灯本身是一个正悟的护法，那具有的是一种正悟的体性。所以如果我们向一个正悟者做供养的话，或者向他祈愿的话，我们自然我们就是所做的，像正悟者本身所做的一些善行，由于对象本身的就是他的体性的问题，自然呢，我们就所做的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功德，而不是一般的善业。所以既然是功德，它就不像一般的善业会这样会被消损，功德是能够永久的。所以我们修持西泽的时候，它能够帮我们累积很多功德啊，能够让我们净化我们的恶业了。所以通过这个样子，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种寿命的长短，也能够除了这一个，也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投生。那接下去有更好的投生的话呢，那至少如果你不是投生畜生道啊，如果不是投生恶鬼道啊，那你投生人道，而且所谓的好的一个投生呢，你不只是投生人道，你还是投生在一个有佛法的一个环境，那你将来就可以继续再修下去。那就怎么讲呢？在修行上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多劫雄灯整个的一个用意。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还是要讲回西泽嘛。那西泽修持西泽的法门呢，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而已。有些人其实也是说啊，我不在乎我自己怎么，我其实身体好得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身边总是有人，时不时啊，总会听到身边有人生病了。那我们本身如果不是医生的，那你对着听到身边的人病了，其实你能做些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在干着急。其实即使是医生吧，那医生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每一种病都能够药到病除的。有些时候还是要靠一些我们所谓的奇迹。那奇迹来自哪里呢？其实有些很多时候的奇迹其实是来自一些就是这种祈愿的这种力量。所以修持西泽法门能够让我们就是说多一个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我们可以为对方祈福啦，我们可以减轻他的他的疾患。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所以我现在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具体的一个修持法。那之前有介绍过多劫雄灯5部嘛，对不对？其实多劫雄灯5部就是多劫雄灯的它的5蕴的划线。那西泽呢是多劫雄灯的色蕴的划线。那色蕴指的是什么呢？色蕴指的是我们的肉体，或者是跟组成我们肉体的4大元素地水火风。所以修持西泽法门，它能够净化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上，就导致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生病的一些恶业。那避免让这些恶业进一步承受，给我们的身心灵带来更多的一种危害。那既然说西泽是怎么说呢？它是多劫雄灯色蕴的一个划线，那么很自然的就是说，它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都体现了正悟的一种特质和体性。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每一个正悟者他的法相都有正悟的特质嘛。所以现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泽的一个法相特征。因为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因为这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观想是有些关系的。我们接下来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个观想法。我这里找一张图给大家看，可能比较容易。挡住了。那好，在这里。可能再放大一些，希望大家看得到。
这样可能清楚一些。好，那在镜头前面大家看得到的这就是西泽。那大家可以看到西泽呢，他的全身是白色的，他骑着一头白象，那脸上呢带着一种就是稍微有一点愤怒，就是根据经典形容，他带着一个半愤怒的一个笑容。那右手呢持着一个短枪，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为短矛也可以。那这个短矛上面呢是有五色的丝巾的。那前方呢还有一个镜子。那西泽的左手呢，他握着的是一个绳索，这绳索是主要的功用呢是捆绑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一些各种事物，导致我们烦恼啊，因此而生病的各种事物。他身上穿着的呢，他其实是穿这里看到一个白长袍，整个是一个天子，就是天上的一个王子的一个样子啊。那骑着白象，白象代表什么？白象代表非常稳定，所以西泽整个的一个它整个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很稳定的一种很稳定的一个很仔细的一个这一种特征。那白色呢？白色代表什么？白色代表学问啦、学识啦、知识啦、智慧啦。所以有了学识和学问和智慧，它有助于砍断我们的，就是导致我们生病的一切的无明啦和妄想啦。那白色同时代表纯洁，代表净化嘛，对不对？所以它也表示西泽的这个修持呢，能够净化和消除导致我们患病的一种因。所以只要去修持西泽法门，去念诵他的心咒，或者是去供养西泽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得到他的加持。他得到的加持，延缓我们的恶业成熟，好让我们进步，有机会进步去净化这个恶业。我再强调，它不是整个的消除掉我们的恶业，而是延缓我们的恶业成熟，让我们有机会去把这个恶业消除掉。那具体的修持方法呢？因为今天可能内容比较多，所以我讲的比较快。那我们具体要该怎么去修持这个西泽法门呢？那其实它跟之前我介绍过的多杰雄灯的法门是一样的。其实西泽法门其实本来就是多杰雄灯法门，它只不过是它是怎么说呢？具体来说是它的一个化身的一个法门。那程序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进行修持之前，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现在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啊。刚开始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我们要设立一个佛坛。那佛坛可以是很简单的，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就看你能力怎么样了，看你的信心怎么样了。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一般人都会从一个简单的佛坛开始。那最简单的佛坛是什么样的佛坛呢？最简单的佛坛就只是一个干净的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个佛像，比如说有一个西泽像，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佛坛了。那如果你要，但是这并不能说算是一个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佛坛。那如果说你真的可以的话，就比较认真的话，那我们至少是佛坛上我们必须要设身语意嘛，中间又有佛像，两旁呢要有语和意的代表，分别就是佛经啦和佛塔啦。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中间是佛像，那佛像的右边呢是佛经，佛像的左边呢是佛塔，分别代表佛的身语意。那因为西泽是护法嘛，那护法通常他还需要一个本尊，就是我们一般上就是传统上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你可以不要，但是有是最好的。那你可以在西泽的后方呢，放上就比较大的一个本尊像，可以是宗喀巴大师啊，可以是释迦牟尼佛啊等等。那西泽就在他的前方。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佛坛。那如果再认真一点的话，那就有些供养啦。那怎么样的供养呢？可以是7杯清水啦，或者8杯清水啦。这个7、8杯其实是没有特别的局限的，其实也没有对错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再加上一个8供。
那基本上这个样子就算是相当完整了。那如果你要增加，当然有很多是可以增加的，增加坛城啦，你可以增加其他的鲜花啦，另外的水果的供养啦，你可以就其实这些全部都是靠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多么认真的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那佛坛讲完了之后，舍利佛坛当然就要每天保持佛坛的干净了。这些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多讲了。那接下去呢，就开始进入它的核心部分，那就是这个西泽的一个仪轨和筹供的部分。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多杰雄灯修持法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那其实这本书嘛，这个就是这本《金刚道》，就是之前我介绍的多杰雄灯的修持的它的仪轨和就是每日的仪轨或者是筹供。那首先就是无论是怎么样，这立场的，我们刚开始呢，一定要做一个先做3个，就是皈依嘛，3个大礼拜。那皈依我们的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做了3个皈依，在做这个3个皈依这3个礼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观想。之前可能，所以我们慢慢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嘛。那这个简单的观想，其实是我们可以观想。我们皈依的是我们的上师佛法僧，那就是我们可以就作为格鲁派的话，我们其实是观想宗喀巴大师。你可以如果说你的观想你已经熟悉的观想，你可以观想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八大弟子。那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观想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左右2个星子，就是贾朝杰跟克祖杰。那如果真的不熟悉的话，那就只观想宗喀巴大师就好了。那你想象观想宗喀巴大师跟他的两大星子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是微笑着的，赐予我们加持。那你就是在进行大礼拜的时候，那你想象宗喀巴大师出现在我们眼前之后呢，你想象他的莲座下就发出一道黄色的光。那黄色的光呢，就代表文殊菩萨的一个心识，从斗率天出现在我们眼前。那这一道光之后呢，你就看到一朵云，那朵浓密的绵密的云，云上有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修的是西泽嘛，那云上呢就有西泽了，西泽就在云上，就在云团中，所以它的法相就跟刚才我们形容的一样，就骑着白象啊，拿着短枪了和绳索了。那这西泽呢，他的心中有一个日轮。那日轮上呢有一个白色的正立的一个轰字。那轰字呢，你可以是中文的，可以是藏文的，可以是英文拼音的，都可以。其实这是一种只是我们的观想。所以那个日轮上有一个轰字，那轰字本身呢就发出光芒。像西泽的心中有轰字，轰字再发出光芒，照向十方。照向十方干嘛呢？他照向十方就是邀请众佛菩萨前来。邀请众佛菩萨前来，再融入那个西泽心中的轰字。那这样一来呢，那佛菩萨就是十方的佛菩萨呢，就跟西泽就融为一体了。所以这样子，其实我们当我们在供养西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在供养一切的佛菩萨，跟三宝就是一起的。所以在我们眼前。这个观想的这个西泽呢，其实我们每次所观想那个东西，所观想的对象，我们就把它称为四具尊，或者有些人把它称为四愿尊。那个实际的从宗喀巴大师的莲座下出现的那个西泽呢，这是智慧尊，或者我们讲是真正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本尊或者是护法。那这2个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把它观想，它是融为一体的。融为一体的，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真正的西泽了。真正的西泽就这个智慧尊了。所以这个观想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象征着什么东西？它象征着我们得到的加持是来自宗喀巴大师的加持，也让我们跟斗率净土一直都有着联系。因为其实那个云嘛，是从斗率净土下来的。Okay，所以这个观想法，大家如果觉得复杂的话，可以不用观想。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有意识要进一步修的话呢，就最好能够做一些观想。那做了这个在做礼拜的同时，你再进行这个观想。做了观想过后呢，就开始做
念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大家都知道吧？其实这本书里也有。那念了四无量心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宗喀巴大师上师瑜伽法本身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修持法门。也是本身有很多观想。那如果说你不擅长的话，你不会的话，你可以就念诵过去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认真一点修持的话呢，那你可以登录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博客，或者是他的 YouTube， 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有他自己本身的是他的就是视频上的有中英文的介绍。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特别再介绍了。那或者说，如果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不做上师瑜伽法，你可以念诵宗喀巴大师的圆背经，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心咒21遍。所以这基本的一定要完成。完成了这些之后，就是从我们皈依啊、四无量心啦，到宗喀巴大师的仪轨啦，或者是他的心咒啦，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真正的一个护法修持。那护法修持该怎么做呢？它其实都一样的。其实我们要请护法前来，我们一定要迎请嘛。所以最初呢是迎请，就是在这本书里也都有写得很清楚是怎么迎请的，有分短轨跟略轨。那念诵了迎请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呢，你可以照着这本书的秩序，或者是可以照着我现在讲的这个秩序，其实都可以的。因为其实它只是秩序有些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迎请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念诵这个补过头供。你可以先供养朵玛，或者是可以先做补过头供，可能是看个人的一种习惯。那念诵补过头供呢，其实补过头供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嘛，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净业的法门，它能够帮我们净化很多累生累世的恶业。那你念诵的次数当然是越多越好，可以念3遍啊、7遍啊、21遍啊。那如果说能够念得越多的话，因为记得我们的疾病嘛，都是因为我们的业，过去的恶业所造成的。那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净业的话，那其实西哲的法门呢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所以这个补过头供是具体的介绍呢，我们可以同样就是你可以登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他的博客，或者是他的 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解释。那补过头供过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供养朵玛。那朵玛是什么东西？之前也有介绍过，朵玛是实际上传统的一种就是供养的食物的，作为一个食物的供养。一般上是白色或红色的。但是其实由于我们不在寺院嘛，很多人也不熟悉该怎么制造朵玛。那至尊颂仁波切曾经建议说，就是说比较实际的做法呢，其实我们可以买一些饼干啊，或者是买一些面包之类的，或者是蛋糕之类的。那其实相当方便，你可以装在瓶子里密封着，这就当成是一个朵玛了。那这就是一个供养。那做了朵玛供养过后呢，就是念了朵玛供养朵玛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经久供养。经久供养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修过护法修持的人都知道，经久供养其实它是能够，它其实是就是护法修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在多杰雄的修持也是一样的，它这个修持法主要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祈求多杰雄的给予我们很快速的帮助。所以经久供养呢，我们可以用经久啦，我们可以用茶啦，我们可以用牛奶啦，我们可以用汽水啦作为替代，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具体的供养法呢，其实是就是把经久啊，我们在念经久供养的一个集诵的时候，就把经久倒入一个2层的一个器皿里，每念一段呢就倒一次，那就供完为止。那具体
具体的修持法呢，其实在豆姐雄在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 YouTube 的频道里也有，就是还有人示范的，所以你可以上去看看。所以金主供养的目的，它除了让我们能够快速的达成我们的心愿呢，它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累积大量的功德。那今天的重点其实都不是，因为那些都是跟平日我们修的护法的其实修持是一样的。那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来到这里的星咒和观想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开始介绍这个西泽的星咒和它的观想。那西泽的星咒是什么呢？西泽的星咒其实有3个，但是我今天主要重点介绍一个我们最常用的。那西泽的星咒是怎么念的 ？Om Benza Wiki Pitana Shanti Siddhi Hum Om Benza Wiki Pitana Shanti Siddhi Hum Om Benza Wiki Pitana Shanti Siddhi Hum。所以这是一个最常就是最常见的西泽的星咒。我们今天只介绍一个。另外2个其实我们可以登录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博客上，他都有介绍。那在念诵这星咒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行观想。其实每一次在修各种修持嘛，在念诵星咒的时候，其实就是进行很多观想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观想呢？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观想法。首先我们要观想，如果你是一个有接受过密须灌顶的人了嘛，的修持者的话，你可以观想自己为本尊。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灌顶，那既然没有灌顶的话，你就不能够观想自己为本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观想我们修持的本尊，就是宗喀巴大师。在这里我以宗喀巴大师作为例子，我们可以观想宗喀巴大师呢，就坐在我们的头顶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坐在我们头顶上。那他的身上呢，发出白色的光，再注入西泽的心中。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观想自己为本尊的话，我们是以本尊来请求就是请求西泽的一个帮助。那如果我们现在本身我们没有办法观想自己为本尊的话，那我们就要请求宗喀巴大师代为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必须观想宗喀巴大师，记得观想宗喀巴大师在我们的头顶上。那从宗喀巴大师的心中呢，发出白色的光，注入西泽在我们前方，就注入西泽的心中。那西泽呢，他是坐在日轮上的，那他心中呢是有一个白色的轰字，像刚才介绍过了，他心中有一个白色的轰字是直立的。那个现在再讲的细一点了，它白色的轰字是直立的，你可以观想藏文的轰字，可以观想英文的轰字，你可以观想中文的轰字，那都没问题。那个直立的轰字呢，旁边围绕的呢是咒曼，咒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星咒组成的一个花蔓。那个星咒组成就是星咒是什么？西泽的星咒是什么？西泽的星咒就是 Om Benza Wiki Vitana Shanti Siddhi Hum。所以这个咒曼呢，其实不停的在绕圈圈的，那顺着时钟来绕圈圈。所以这个代表这整个就代表西泽的一个心识。那个白色的光呢，就代表就是说我们向西泽请求他赐予的这个熄灭的事业给予一个疗愈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开始想到这个，就是想到那个咒曼过后呢，那从西泽身上呢，那个白色的光呢又回到我们的身上。那你要怎么观想？你观想那个光呢就降临在我们身上，那包裹着我们全身，那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观想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是相当直接的。所以首先呢，观想宗喀巴大师的身上，在我们头上，他发出白色的光注入西泽的心中。宗喀巴大师在这里，在我们头上，对面呢就有西泽。所以宗喀巴大师发出的白色的光到了西泽的心中。那再从西泽的心中有什么呢？西泽心中是有一个轰字的。
那轰字是有一个不停的转动，顺时针转动的一个心咒。那从那里呢，就再发出光回到我们的身上。那回到我们身上，给什么东西呢？它回到我们身上，就包裹着我们。那包裹，它一面那个光一面在包裹着我们呢，一面在起着一个疗愈的作用。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想法。那如果说我们要为其他人，我们刚才讲过，很多人并不是为自己来祈愿的，他是为了别人来祈愿的。那如果你是为别人来祈愿的话，该怎么观想呢？你就把这个自己代替，用别人来代替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想象西泽身上的光照回来的时候，其实是照向那个患者的身体，那个光是包裹着那个患者，就对他进行疗愈。那其实你的观想越强越好，越仔细的话呢，它作用其实就是更大的。那这个光呢，它包裹着我们或者那个患者，我们观想过后，就是患者或者我们呢，他就开始感觉到身体是比较放松的，身体整个也是比较健康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你观想的话呢，你就观想说，那光已经进行疗愈了，那疾病去那里呢？那疾病就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下方啊，就是肛门啊，就排出去了。所以上面不断有白色的光进来，不断的给予加持和疗愈。那不好的所有的疾病呢，就从下面就从肛门呢就排出去了。那这样子的观想法呢，你必须要非常的虔诚的去相信。那你要虔诚的相信它，那你的观想呢，你要时常保持，就是要保持着那个一直同时在维持着那个观想的一个画面，然后再同时进行心咒的念诵。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习惯观想的话，觉得就是常常会怎么讲呢，就会走神了。但是其实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呢，基本上就会有改善了。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观想。那观想结束过后，我们就开始就观想了。这细则呢，就这个我们观想的这个细则，我们说叫四句尊嘛。那这个细则呢，它就融入这个智慧，跟智慧尊就融为一体，然后呢，再进入我们，再完整的融入我们。那所以我们呢，就等于说是跟西泽融为一体，也等于跟文殊菩萨也融为一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念诵心咒时的一个简单的观想法。那完成这个念诵心咒呢，接下去就是白字明咒。我之前介绍过为什么要念白字明咒。那念白字明咒，一方面是它有很强的一个敬业的作用呢，另一方面它也是能够就是说针对我们之前呢，我们在念诵任何就是在做这个仪轨或者筹供的过程中有犯的任何错误啊，它都有一个修正的一个作用。念完这个金刚萨埵白字明咒21遍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托付护法祈请文。那在这本金刚道理呢，这是第80页托付护法祈请文，基本上就是最主要是至尊释迦仁波切写的，就是他在歌颂或者护法，也同时呢也在提醒护法他曾经许下的承诺，提醒他给予我们的保护。所以这个是托付护法祈请文。那念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才进入宗喀巴大师的观想融入。在宗喀巴大师气质文里，就后面有一个叫观想融入的，那我们之前不做，留到现在才做。那宗喀巴大师瑜伽法中的观想融入，再念一遍。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宗喀巴大师的观想融入呢，我大概给大家这里提一提。那个观想融入基本上是，它是这几段嘛。至尊根本上师仁波切，请坐我顶，月坐几莲台，慈悲护持，行者不退转，赐予尔正三业诸加持。就基本上是从这里开始的这3段，直到慈悲护持，行者不退转，助于心莲自我的证悟。这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观想融入。那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回向了。所以
这以上刚才介绍的，其实就是西泽的修持法，它跟多吉雄登的我们每日做的一些课诵和修持法其实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在念诵心咒的时候和在做观想的时候是有一点不同。那如果说你每天有在修的话，其实要把它加入你的每日修持里也是很简单的。那介绍完了这个西泽的修持法，我希望大家其实是有一些认识。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或者是觉得自己听得不是很清楚，还是什么样的话，其实可以登录尊贵的占都格仁波切的博客，那里面呢有图啊，有文字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那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是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西泽的这个仪轨酬供啊，就是祈愿文呢，就把它下载下来，这上面都有。那西泽，当然我们讲过西泽修持西泽，它是能够帮我们减轻我们的疾病，或者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就是能让我们长寿。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附加的好处。那附加的好处其实包括，比如说你吃药的话，如果它能够让那个药发挥更好的药效。那对精神来说，我们刚才也说过，它不只是身体，它对精神也是很好的。那对忧郁症的病人呢，或者其他精神疾病的人呢，其实你也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给他加持，或者如果是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给自己一个加持。那忧郁西则是一个仔细的一个熄灭或者仔细的一个代表嘛，所以它对平静争吵了，减少愤怒了，或者让一个很愤怒不安的环境变得平静了，都有作用的。那西则修持还可以减少，就是某个地区如果某个地区常常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话，你可以常常修它，也是有帮助的。在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时候是某些地方啊曾经发生罪案呢，有点不安宁啊，那你也可以通过常常修持西泽法门，把这种负能量净化掉。那对于水啦、河啦、山啊这些环境，如果常常在那些地方在念诵的话，就是修持这个西泽法门的话，也能够给那些地方带来一些很正面的一个能量。那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也蛮感兴趣的，就是长期修持很认真的去修持西泽法门，配合观想，再加上供养的话呢，其实它对我们的预知能力还是有能够发挥这一种提升预知能力的作用。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些作用。那真正的西泽的修持，它能够带给我们的究竟利益呢，最终还是就言归正传嘛，它就能够主要是消除所有我们跟我们修行上有关的一些障碍，能让我们对佛法有更深入的一种了解。那它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那是肯定的。那重点它还是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看清楚自己的一个心思，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自私。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私是愤怒的因。那如果我们看清自己的自私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减少愤怒，我们就得到平静了。那西泽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平静的。当然，最根本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帮我们消除种种的跟身体、跟心灵有关的一种障碍，然后我们最后能够修得菩提心啦，然后最后能够证得空性正见。所以这简单刚才介绍的其实就是西泽的一个修持法门和它的一个好处，就比如就是包括我们怎么去为他人，就是为其他患病的人去祈福，这是就是我们如果你真的对其他人嘛有真正的关心和关爱的话，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为别人多做一些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其中一个能让我们能够为对方、为其他人付出的一个方式。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大概到这里。我看看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除了愤怒之外，自私还会导致怎么样的因？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除了愤怒以外，自私还能导致。我刚才说的，其实我说的是自私是导致愤怒的因，自私是导致愤怒的一个因。因为我们自私我们就会开始去很介意自己本身拥有的东西啦，很介意别人拿走我们的东西啦，不想跟别人分享啦。那如果万一事情不顺我们的意的话呢，我们就开始不高兴了，就开始愤怒了，我们就耿耿于怀了。所以说我们说自私是导致愤怒的因。有些人会供养一因醮，有些人会供养酒给护法，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怎样向他人解释？那酒其实是一个是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在护法的修持里呢，它是一种，它其实它可以代表一种比较愤怒的一种供养。我们其实是传统上是有在供酒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不明白的话，那基本上那就不需要去怎么说呢？就不需要这样供。比如说在客家佛教中心呢，我们其实是没有在怎么说呢？在大型法会啊，我们其实是没有在供养，在护法的法会，我们是没有供金酒的，因为其实但是传统上是有在供的。那它是供养的一种。供酒的话，有些人想要迅速的得到护法的一个加持，那就会供金酒，就会供酒，不是供其他的，不是供其他的一些饮料。因为酒本身是非常珍贵的。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或者是一些比较更怎么讲，在密序上的，或者是更深入的一些原因，这一点我不太清楚。如果知道的话，我再跟大家再多补充一些解释。有什么东西吗？好了，基本上我大概就看到这几个。好，那基本上呢，这次大概就这几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到这里结束。那结束之前呢，同样的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欲，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之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祈请恒常住。好，谢谢大家。